各位沙浸嘅朋友你好，我係合一堂嘅楊佩珊 Rita， 而家咧喺合一堂係負責小組啦，同埋呢一個咧 AV 嘅侍奉。除此之外咧，我都喺《號角月報》嗰度咧做一啲嘅文字嘅事工嘅。過往3年咧喺執事會裏面見到執事同埋牧者咧無私嘅奉獻咧，都係非常之感動。希望咧喺未來嘅3年，你哋都會支持我，繼續咧讓我投身喺呢一個嘅侍奉嘅崗位，為呢個家、為呢個教會咧出一分力。大家好，我係阿 Sam 張偉才，嚟自小瀝源堂思賢牧區。我一直認為對自己屬靈嘅家最大嘅支持，莫過於參與。我係因為感恩而侍奉，而往往都因為侍奉更加感恩。主若允許喺來年嘅執事崗位上面，希望繼續努力見證主恩。大家好，我係嚟自小瀝源堂思恩牧區嘅 Anthony。感謝主俾我喺執事會嘅侍奉已經有6年嘅時間，而家我係擔任財務委員會嘅召集人。今次再度獲提名參選執事，我希望用上帝俾我嘅恩賜，繼續服侍教會，同弟兄姊妹一齊讓愛走動，與鄰同享，期盼再次得到各位嘅認同、守望同支持。多謝。